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结局。你娘嘞！恁爸会跳吗？我看起来会跳吗？哈！恁爸伫遐看 MV， 看30几遍，竟然讲恁爸啊那，讲恁爸这闪电五连鞭，闪电五连鞭，闪电五连鞭。叔叔哦，叔叔这阵啊哦，扭转哦，改变形象哦，叔叔这阵啊是买落的哦，往迄个偶像派的路线来哦，哈，开始咧转型哦，志颖哥哥来了哦，小智哥哥你好哦，上次抱歉啦，对不起啦，上次没有。你别他妈动作会加左啊！你娘踹起来！听说你要跳舞，我就来了。你先好好吃饭，咱管迄个消毒的，哈！管完就叫恁别唱，唱什么？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结局。你娘嘞！恁爸会跳吗？我看起来会跳吗？哈！恁爸伫遐看 MV， 看30几遍，竟然讲恁爸啊那，讲恁爸这闪电五连鞭，闪电五连鞭，闪电五连鞭。我那个 MV 哈，看了30几次了，我可以调监视器证明给你看了。我觉得我自己跳得很像啦，结果下面啦，新闻啦，还有底下留言的网友啦。都当酸民啦，说我那个是闪电五连鞭啦，我很不爽啊，我真的很不爽啊，等等，直接副歌啦，直接来了啦，我没有在那边蕊的啦，不是每个也许都有美好回忆，永远伤心只有分离，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。哪怕像我如此安利，不是每个真心都有美好回忆，只要你说我爱你到底。人人家家当卡梦一场。OK， 不要鼓掌，不用拍手，不需要掌声，不要欢呼。不需要，这样有练30几次哦，有点掉漆。你娘嘞！我跳得很好嘞。你是在跳八家将吗？你娘嘞！我很认真的跳嘞，都流汗了嘞，看不出来啊。酸饼啦！都是酸饼啦，全部都是酸饼，不懂欣赏吗？哈，哪里不像？我连刚刚他最懒的那一个嘞，那一个这样都很像嘞，哪里没像？好了，真的很喘，唱跳歌手真的很累啊，真的很累啊！我完全没有考虑，虽然我有那个天分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我能够去驾驭这个行业，我能够当唱跳歌手。不是每个也许都有美好回忆。志颖哥哥说那个跳得很棒哦，但还有进步空间哦，等你哦，谢谢哦，牛逼哦！你看得出我其中肢体上变换的起承转合，我肢体的那个奥妙之处，懂欣赏啦。我只要得到原唱的认可，我就觉得 OK 啦，至少有30-40分了啦，懂吧？